哎呀，辣油啊！还要辣油啊！哎呀，辣油啊！还要辣油啊！还要辣油啊！如果你要辣油，你就讲。如果想体验一碗地道的南京馄饨，首先你要读懂这句略显暧昧的暗号。还要辣油啊？就是要不要辣椒油？人家吃馄饨必须要这个辣椒，处理的馄饨处理的辣椒，又辣要香，要馄饨他就讲，还要辣油啊！一勺辣椒油，就像白纸上的红色油彩，是一碗柴火馄饨最后的点睛之笔。这就是灵魂。馄饨好了。来，馄饨来这了。当你的舌头和辣油迎面相撞，牙齿划开薄薄的面皮，感受到小小的肉馅儿，你就会领略到奶奶选肉的功力。烧肉多好啊，肉挺新鲜的，肉比较鲜的那种。肉买的不好的会渗水，一渗水它包起来不好包。